亲爱的兄姐平安，礼拜就要开始，请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请奏乐。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敬拜赞美。各位亲爱的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以敬拜上帝来作为这新的一周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邀请兄姐大家起立。求圣灵新鲜的恩膏要充满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好不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来祝福你，找3位弟兄姐妹，你来祝福他。神要做新事在你的生命当中，神要做新事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哈利路亚！敬拜之前，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欢喜敬畏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要行大事在我们的当中。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
哈利路亚！我们将赞美歌颂献给我们的神。神今天要再一次更新我们的心。当我们向神唱新歌的时候，神他就要为我们做新事。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与你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新意的象，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来渴望呼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
相信吗？阿们。对，今天都是神要做新事的时候，因为当我们单纯的心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得他欢喜的时刻。特别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为许菜姐妹来祷告。许菜姐妹，请举手一下好吗？在那里，哇，她穿的那个衣服的颜色很好认哈。再举手一下，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许菜姐妹哈，今天早上我们提名要为她祝福的祷告，就是祝福，阿们。所以你感动你为他祝福什么，你就开口为他祝福，阿们。好，1、2、3，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特别为提名为许菜姐妹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她来到永光教会，感谢你，因为她的生命都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你，因为她越顺从你的话语，越活在你的旨意里面，他就越光鲜灿烂，因为这是主你为他预备的。主啊，大大的祝福，让他的灵里是活泼的，让他的身体是健康的，他的心智都全然归向你，斩除一切从撒旦而来的谎言，让他全然都顺服于你。谢谢你，祝福他的家庭，让他的家庭越来越领受主你的福音，在他们的家庭当中，越来越有属你的喜悦跟祝福在这其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为黄月珠姐妹来祷告，月珠姐就在旁边哈。对，好，今天我要为她来祷告哦。月珠姐哈，我们也按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为黄月珠姐妹祷告。我们一起说，黄月珠姐妹来。黄月珠姐妹。好，我们就开口为她来提名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黄月珠姐妹，主啊，她原来不认识你，但是她的心却渴慕一位真神。谢谢你，你带领她来到永光教会，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主，我们知道她的生命是越来越光灿的，因为她的家人已经感受到她的信仰带给她的祝福跟能力。主啊，谢谢你，你更大的恩典流落下来，圣灵，我们祈求你祝福在两位姐妹的身上，恩膏他们，让他们更经历你的同在。你要带领他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是喜乐，都是光明的，都是灿烂的，因为这是你为他们所预备的道路。祝福透过他们来祝福他们的家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要成为祷告的殿，因为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当我们守节心清来到你面前，我们所祷告的你就乐意听了。所以谢谢你，让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刻就成为我们整个教会合一的见证。感谢你，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来唱，来祭拜他，哈利路亚。将自己先为圣殿，是神所喜悦的，是与神连结交通的时刻。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新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意恳切祷告，倾诉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
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新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意恳切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我们更渴慕成为祷告的殿，哈利路亚。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我们开口来祷告，成为祷告的殿，我们就是要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谢谢你，你呼唤我们，你唤醒我们的灵，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早上我们是渴慕你的，我们灵是活泼的。谢谢你，圣灵，让你来，在每个角落、每个人弟兄姐妹身上彰显你的作为，叫我们手贴心进到你面前，叫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你愿意。就在今天早上，你提升我们的灵，不断的提升来。圣灵啊，圣灵啊，我祈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我们把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因为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坐下之前，跟隔壁说，你的敬拜跟祷告，神必垂听。敬拜跟祷告，神必垂听。我们请坐。
此时，我们齐声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于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至22节。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2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常存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现在我们要请加百列诗班来赞美上帝，他们要献的诗是你的恩典。
想所求，你丰富我的道路，我的脚步，你全都看顾，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感谢主，神的恩典够我用。此时，请本堂牧师周信荣来证道，讲题是为家庭带来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每次牧师站在台上看台下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们今天整个我们教会的敬拜，整个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因为这是灵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谢谢主，让我们的教会不断被神所眺望，让圣灵在这里做工叫我们每次来都能够遇见他，而且亲自经历他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但会激起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乐意的到他面前来敬拜他。阿们。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在今天的领受有大大的可以得着。阿们。好，我们等几秒钟他的电脑哈，好，这时候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大家一起来努力，来为家庭带来祝福这是我们必要的哈在母亲节的隔天，我跟潘牧师我们两个就开车回到南部去到南部是有2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去探望我的妈妈，因为是母亲节嘛哈，她今年94岁，身体硬朗，只是脚有一点不方便走路，所以就在安养中心的地方，跟我家很近，大哥每一天都会去探望他。第二件事情就是潘牧师他的子女被看来公亲家要说什么？说媒也不是说媒，是代表女方嘛哈，跟对方的父母来谈婚姻的事情。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第一次我回南部去的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到安养中心去见妈妈这样子。那我知道妈妈的习性，所以呢，我快到安养中心的时候，我就到 7-Eleven 去买了2个布丁，1条香蕉，哇，去没有跟妈妈讲，无预警的让她看见我出现在她的眼前，她好高兴哦。她说：“你怎么在这里？”我说：“你认识我吗？”他说：“忘记啊。”他说：“忘记啊，你是我的后生，我不捌你。”哦，对啊，我每次去都是这样有时候就托亚伦先进去，有时候托亚拿先进去有时候是潘牧师先进去这样有时候真的不太会认得
因为那我进去，他说你忘记啊，你是我的妹仔囝，我唔捌你，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今天买了布丁要给你吃，他说好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甜点哈，我就剥一个给他，要给他吃，他说不然这样一半好不好？一个人一半可以吗？我说我知道你，小时候就这样啊。如果孩子没吃饭了，他绝对不会吃。如果孩子吃到说怎么没有饭了，他拿一碗饭，不管是剩的8分或一半啊，他就是留着说我吃不下了，就给你吃吧。这是妈妈嘛哈，所以我就另外拿个袋子说出来，我还有一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个我们2个人一个一个这样哈，我们就那里吃布丁聊开心的事情我就看妈妈哇，她那一天的晚上脸色很漂亮。我说妈妈，你看起来大概70岁而已。你说那么老了还70岁？我就照相给她自己看，说哟真的呢，我还真的看起来真的年轻了哦，好久没看到我自己了哈。哇，妈妈就很高兴，妈妈就看到哇，你的牙齿好漂亮哦，谁帮你的啊？他那天晚上说我的牙齿说了4次，就跟妈妈谈，妈妈忽然间想到说，你们永光教会的那个新的牧师馆，我有上去过呢，我住在那里过。我想说有吗？他说有啊，我还趴在那个沙发看夕阳呢。我说妈妈你真的厉害。对，我妈妈那一次来是最后一次上来台北，后来回去就因为要摘玉兰花就跌倒嘛然后脚就没有办法很方便行动，所以就没有办法在长途的这样的一个奔波。他记得说他在牧师馆看夕阳那个情景，而且我还拍了相片起来。所以我会心说哇，感谢主哦，他今年94岁而已对，还是这么的精神这么的好，记忆这么棒然后他告诉我，他每天都为我们每一个孩子祷告，并且是提名为他的子孙祷告。我说妈妈，这是你最棒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妈妈你这样的支持，透过祷告来成就神对你所应许的，然后实现在你的儿女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在那里看见一件很美的事，就是我之所以能够有这一份的信仰，而且能够这样服侍神，乃是因为我有一个最棒的属灵的榜样，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学习，他们很单纯的心来相信耶稣基督，也用他们很诚实的行为来表达，不管是在邻里、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致的。所以在我们的眼中，爸爸妈妈总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所以我感谢主，在那一天跟妈妈这样谈没想到管理员来叫我们2、3次说你该回去了，我们要关门了要让这些老年人休息了我看手表一看，我已经来2个小时了妈妈也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离开她，因为很难得我们2个人能够单独这样子谈话。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甜蜜的时刻，而且妈妈不断祝福我，不断祝福我，不断祝福我，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在这个年龄，跟妈妈这个年龄，在信仰上的这样的交通，是超过所谓的物质上的一切的。灵里面的那个合一，都彼此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而整个的属灵氛围，就在唱诗歌跟祷告当中来结束那一天，我跟妈妈单独的一个时间。要走的时候跟她说，明天阿Ben跟我还会来看你哦。你知道阿Ben是谁吗？这是潘牧师每次去如果是潘牧师先进去，会说丽华丢了，你知道我是什么？他会说你是潘纯棉
你管行不？哇，真的妈妈是很特别的哈。我发现跟妈妈这段时间，我心里也知道她94岁，不晓得神还留她多久的时间。但是在妈妈90岁的时候，神就告诉我，对，她的时间在她的手中。潘牧师最害怕的是，如果我妈妈离开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承载那种的伤痛？但是在她90岁，神就告诉我，她是他的女儿，按着他的心意而走，而他已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了，所以他活的一天就是珍贵的一天。所以我知道这机会不多，而且又是在台北牧会，但是我都知道，我家之所以蒙福，乃在于因为妈妈从16岁开始信耶稣基督，到如今她一天都不怀疑，都不改变。她的健康，她的家庭，她所做的工的一切，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以耶稣基督为首。这是我家最棒的见证。我也用这样在经营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永光教会为光荣，以传扬福音为己任。这都是从我家所传承的信仰，在表达在我的服事跟信仰生活里面。所以弟兄姐妹，神祝福是从家开始，所以但愿你我也成为家的祝福。阿们。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当然每一个人的心意都期待能够家是一个蒙福的家，但是常常我们在家里的表现是把自己的家看为是战场般的，把自己的家搞得好像不太像家的感觉，但是跟你的心意是完全的违背的。这我们在信仰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慢慢的可以调整，一定可以的，你相信吗？一定可以的，因为信仰的能力是超乎一切的。你所认为不可能的，只要你信，就必可以得着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从今天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怎样可以成为家的祝福。我们看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为奴之地，神呼召他，神怎么样让他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位神呢？神就告诉摩西说，我就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这样来表明他自己。台语圣经翻译的更棒哦，他是怎么讲呢？说我是恁祖公的上帝。棒不棒？哇，真的很棒哦，听起来就哇，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哈，可以吗？可以吗？台语听懂吗？听懂了哈。对，我是恁祖公的上帝，意思就是说，对，也许你还不认识我，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就是你的上帝啦。啊不，你要怎样？对不对？神这样自我表达他自己呢？对一个在旷野成为牧羊人，已经80岁的老年人摩西向他显现。神的作为没有办法让摩西了解，但是神一次一次的给摩西神迹奇事，叫他不得不佩服这一位他祖先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为什么神呼召摩西要这样表达他是他的祖宗的神？因为神按着应许祝福亚伯拉罕，也就成就在他的子子孙孙里面了。代代相传，这样的一个祝福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明白，我们之所以可以承袭这样一个信仰，有一个最棒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他那单纯的信心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的话，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新约就表明，只要你信，学习亚伯拉罕的信，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你可以得吗？一定可以得的，一定可以得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我们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来，
我们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是的，这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透过今天这段经文，牧师提出来，第一个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的，就是我们要搭建超越理性和环境的信心。这是我们从亚伯拉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那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哇，他在这里再诉说一件的事件，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以撒。那我们看过去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好像有点怀疑，我到这个年龄了，他还没有膝下无子，怎么上帝说他要应许给我的子子孙孙是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呢？这么多呢？所以他就自己想办法，对不对？纳妾嘛，哇，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就把以实玛利带到神面前说：“神啊，就是这个，对不对？就从这个开始，对不对？”上帝说 ：“No， 那是你自己想的。”对啊，真的是亚伯拉罕自己想的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不再带着人的思想跟限制，完全是相信神的应许跟神的祝福来领受哦。所以我们看他勇敢，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如此的勇敢，他是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时候他要叫亚伯拉罕把他的独子以撒献给神。献给神不是当传道人哦，是怎么样？像宰羊一样的把它宰了哦，献给神哦。这是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在希伯来书的注释之下说，他还以为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然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保罗也有提到哦，保罗提什么？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那叫人从死里复活，或者从无变为有的神。我们看从死而复活，从无变有，这绝对不是人的作为，绝对不是人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时候的信心是什么？是超越了理性，超越了环境，超越了肉体的眼光所及的。他用这一份单纯的信心，超越的信心来领受。所以这次的考试他怎么样？几分？100分内。所以因着100分，神再重述跟他的约定，神就跟他立定了更清楚的亚伯拉罕之约。哇，这亚伯拉罕之约是旧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约，因为这个约跟你我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就是承袭这圣约，到如今我们也相信我的世世代代，你的世世代代都可以来承袭这样的一个圣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信心，是超越理性跟环境的。我们一起说，真信心是超越理性和环境的。对，这是你我每一天都要去面对，而且都要学习的。每一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多一点，更多一点，更打破你的理性，不要被你的理性被辖制了，不要被环境甚至数字给辖制了。我们总是说，主啊，你在数字之上，你在时空之上，你所能成就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象的，你的应许也超乎我们所能及的。这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止这样，我们更要操练紧抓这应许，来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我们看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几岁？75岁。现在75岁的举手一下好不好？75。太好了，每一节他是美玉姐啦，但是在小组里面说好，我们请每一节，
我们来请来读圣经每一节啊，要请每一节来读圣经啦但是每一次都是每一节哈，哇，每一节。今天上帝呼召你说你要搬家，你跟孔某一样，错当要搬家去惠州，你要不要去？啊？去哦，不是去玩哦，去那里住哦。哦，对，75岁哦。亚伯拉罕本来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家乡过得好好的，不是吗？家产丰盛，不是吗？一切环境都很熟悉。然而神呼召他要去哪里？去哪里？刚才我还说徽州嘞，去哪里？不知道，不知道啊。然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之所以蒙神的祝福，乃是因为他只是相信就出发了，他相信就出发了，他勇敢的来面对环境的挑战。因为他相信这位神是从无变为有的，甚至从死可以叫人复活的。如果你确信这位神这样的呼召你，明白这位神的大能大力，那你要不要勇往直前？要。牧师的受呼召就是这样，即便有风风雨雨，但是那起初的呼召总是叫我坚定守在神为我预备的岗位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全心的来看见他紧抓住神的应许，紧紧跟随主的时候，他过着一个顺服的生活，然后呢，所到之处就无往不利喽。连跟着他的罗德也怎么样，吃香喝辣的，很特别。罗德也没有受呼召，但是他只知道说，跟着亚伯拉罕就对了。你要跟对人就对了，是不是？很棒哦！我们看，不但神祝福他的产业是越来越丰盛哦，而且给他很有权柄跟能力呢。怎么样？因为他竟然他的家丁几百个人就可以打赢4国的联军呢，厉不厉害？4国联军呢要来攻击你家的话，你有办法吗？你有办法？你说，我派出我家的几个壮丁出去就赢了。亚伯罕就是厉害，因为神与他同在，让他无往不利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是耶稣应许我们的。但是我们比较常常是我们要求这些东西再求上帝把国跟义给我们，那是相反的顺位咯。愿神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更明白他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一段这句的经文，更明白那意义，我相信你也会更体会出神的祝福是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约翰3书第2节来。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3书2节，约翰3书2节不是约翰第3章约翰3书2节，他说：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神看重的你的基础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经文告诉我们的灵魂的兴盛，灵魂的兴盛才是一切的基础哦。正如你的灵魂，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灵魂兴盛起来的时候，你凡事就可以兴盛，你的身体就可以健壮了。所以我要说，你的灵魂兴盛，你的身体就必健壮的。而你身体健壮，你凡事一定能够兴盛。阿们。好，我们来祝福隔壁好不好？祝福他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来，那上面少了3个字，你们有没有念出来？有哈，祝福你要讲这3个字再一次好不好？祝福你
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阿们。愿意领受的封存起来。阿们。阿们。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一种宣告。当你每天这样宣告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恩典能力就运行在你的宣告里面了，真的是运行在你的宣告里面。你不要怀疑哦，真的是要单纯的心来相信。我的父母就是如此，我也是如此，来单纯的相信喽。接下来我们看，要传承坚贞的信仰来祝福我们的子孙。我们看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不但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来走神为他带领的未知之路，并且我们看见他也用他坚贞的信仰跟诚实的行为成为典范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的儿子以撒因着信，他的孙子雅各因着信，他的曾孙约瑟因着信。他说了这一切以后，再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一个美好的传承的信仰是可以代代影响的，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的信仰原来是如此，原来有一个叫做这一个信仰的信心的家谱是可以让我们传承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我们每次谈到这三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是在确认并且在重申神对人类、对你我所应许的祝福呢。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这三个人的这样的三代，岂不是也提醒我们，如果你是神给你成为你家庭的亚伯拉罕，那你应该成为亚伯拉罕，而且要成为典范的传承下去，让你的儿子叫做属灵的以撒的，能够领受这恩典信仰跟行为，然后再把他的信仰传给他的儿子，叫做你的孙子，叫做谁？雅各的。阿们。所以信仰的三代，如果你已经看见你的孙子在信仰上走在正道，紧抓住神了，那你这一生你在信仰的传承里面，我要说你完成了，你完成了。再下去的那一代不在你手中了，你不必负责了。因为旧约就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见你对家庭信仰的责任了没有？有看见了吗？神若呼召你成为你家庭的亚伯拉罕，那你应该怎么样传承下去？这是神让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的。所以我们看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就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家庭，到一个家，到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把他所应许的完全彰显出来，叫万国万民万族万邦，凡心里相信口里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就必得救。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呈现，也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成为你家、你家族、你家世世代代的祝福，这是神愿意给你的。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许你常年打拼，想为了就是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室，让孩子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好好读书啦，娶个好老婆啊，嫁个好丈夫啊，有好的工作啦，将来又怎么样？你所期待的，就盼望透过你这一生的努力，能够来实现，成为你家庭的祝福。但是不要忘了，神的眼光跟你的眼光常常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要明白，神要我们就是要明白，神既应许的，
当我们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那应许就是你的，别人是躲不去的，别人是躲不去的。所以你可以为你的后来的儿女，为他们预备什么呢？留什么给他们呢？这倒是我们要思考的。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没有。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愿神帮助我们，这一份的信仰才是最有价值的传家宝。阿们。你跟隔壁说，基督的信仰是最棒的传家宝。来，对，这是最棒的传家宝，没有什么能够与这相比的，没有什么可以与这相比。我的父亲，他白手起家，他用这一份信仰来建立家室，所以他在工作上诚诚实实，他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很温和的爸爸。但是如果他看到妈妈教训孩子，孩子还不顺服，那你就知道事情就大条了。好，那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跟爸爸在他的旁边随他的手艺，钉钉木工啦，割割草啦，不是跟哥哥吵哦，是割草啦。我爸爸在跟妈妈结婚60年的时候，金婚的时候，他就把他生命当中他觉得最棒的一段经文，留给我们。他这段经文是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诗篇37篇25节。华语我不会背，台语我背给你听。我前少年打年老，未捌看过义人受气杀，伊的后会做乞食。棒不棒？这是爸爸给我们的家训，所以当然我要把它背起来。诗篇37篇25节。金婚以后，我们看见对爸爸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他也因为持守这一段经文，他相信他的后裔是蒙福的。到2007年7月20号的时候，爸爸身体因为病痛，胃因为长期吃止痛药不晓得，所以需要去开刀。要进手术房的时候，他很正式的，爸爸从来没有那么正式跟我们讲过话。他说要好好的敬拜侍奉上帝，周家的子子孙孙都要遵守。爸爸讲很严肃的，我没有看过他这么严肃的对我们围在他旁边的儿女讲这一句话，我就赶紧把它记起来，因为这是爸爸知道他的生命有限，他把他生命里面觉得最棒的要留给我们。隔了不到1年，2008年6月16号，爸爸就被主接走了。我知道我爸爸留给我的就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祝福，因为这一份信仰，他已经传承给我们了。他也看见他的儿女，他的子孙真的按着这一份信仰而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说给他鱼不如给他教他钓鱼，对不对？给他鱼只是1餐而已，2餐而已。但是当他可以钓鱼，知道钓鱼的技巧的时候，让他养活一辈子，而且还可以生产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然而，在我们的生活家庭里面，我们也要说什么？给子孙存款不如要给他圣经，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有，你跟隔壁提醒一下跟隔壁提醒一下。好，给子孙存款不如给他圣经。来，对，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啊，昨天结婚典礼的时候，牧师送给新人什么东西？啊，那个华茂，昨天你拿到的是什么礼物？圣经，对不对？是牧师说这本圣经是什么？啊？传家宝都有，哇！你还转得真快嘞！我昨天说的是，这是世界上深藏最多的宝藏的地方，但是你要去挖掘，对不对？对，感谢主哦，你听话了，今天回来了，没有太累就不回来，所以你回来就已经开始真的在挖掘了。上帝祝福你们夫妻哦，啊，对。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神的话语，所以基督徒若我们明白这份道理，那就求神让我们有信心。5月份是我们教会牧师定的家庭月，所以愿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你可以成为你家庭的祝福，可能过去就已经是了，但是你要求的是更大的祝福。阿们。也许你可以转化你讲话的技巧，带来更多的温暖在你的家庭里面。也许你可以做一些更积极的动作，让你的家人可以感受你用心在经营，你爱这个家所付出的是让他们可以体会的，而是不求回报的。你可以更用信仰跟祷告来支持，来扶持你的家。即便你的家现在你觉得不如意，那个氛围不是你所喜悦的，但是既然神给你有这样一个权柄，你就应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的家，祝福我的家，那不属神的都离开，我的家是要荣耀神的。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宣告，你相信吗？牧师跟你保证，3个月以后，你的家的氛围就改变了，相信吗？相信吗？一定要相信，因为这是既相信的人而去行的人都共同的见证。约珠姐，你阿们对不对？对，他信主不久，我虽然没有听到他的见证，但是潘牧师回去有跟我分享你们成长班的几个人的见证。对，他来信主，他的家的氛围的改变，是他还没信主的家人，所以共同看见见证的，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牧师说的不是说，是可以保证的，是可以保证，而且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见证的都在这里的。介平对不对？介平的经历也是他来到神的面前，更紧抓住神，神对他的祝福是加倍的，对不对？所以牧师没有参与在你们的成长班，但是都很关心你们，都知道你们的情况哦，都知道哦。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能够为你的家带来更多的祝福，你要相信，因为你要相信神要你成为你家的亚伯拉罕，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你要把你的家看为是花园般的，你是园丁，你要去松土，你要去浇水，你要去栽植，让这个家满有奔放的那种香气，满有五彩缤纷的这一些的花朵，让你的家有花园的感觉。不要让你的家成为战场，好不好？好，拿刀拿枪的不要。祝福你的隔壁，好不好？跟他说，你的家是花园，不是战场。阿们，阿们，这是必要的。所以我祝福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家庭都有亚伯拉罕，每一个家庭都有亚伯拉罕。我更祝福你，就是你家庭的亚伯拉罕。阿们。过去已经有领受祝福的，但是你相信你的恩典会更大。恩典更大，就是信心所承载下来的恩典。所以愿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每一天去更多的经历，你要相信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你的神。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我们这是宣告，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我和我家的上帝。阿们。再一次哦，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我和我家的上帝。阿们。愿神帮助你。你是亚伯拉罕吗？你是你家的亚伯拉罕吗？阿们。我愿意做我的家的亚伯拉罕。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来更多的学习，谦卑的在主面前，更多的超越理性跟环境的信心来看待，来祝福我们的家庭，就是祝福，从不咒诅，从不怀疑。这是你最爱的，你应该把你所有的爱、时间放在你最爱的地方，这才是实践你的爱，用行动来表达你爱你的家。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家，我的家的亚伯拉罕。我们一起来读牧师所提出的这4点，来为家庭带来祝福。1、搭建超越理性和环境的信心。2、操练紧抓应许与顺服的生活。3、传承坚贞的信仰来祝福子孙。第4，累积属天的产业来代代相传。阿们。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确信。我们再来宣告，用经文来宣告我们所信的神，他要对你所说的，来，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出埃及记3章6节。再一次来，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出埃及记3章6节。神对摩西显现，呼召他，告诉他说，我是恁祖公的上帝。你知道他说的亚伯拉罕到摩西有几年你知道吗？有几年你知道吗？将近600年了。你知道你600年前的周公是谁吗？但是神显现跟你说，我就是你那600年前的周公的上帝，我现在要当你的上帝。我怎么带领祝福你的周公，我现在也要祝福你。愿神祝福我们，300年后，你的儿、你的孙、子子、子子、孙孙孙孙孙孙，神也向他显现，我就是 David， 我就是修皇的上帝，是你300年前周公的上帝。现在我要祝福你，我为他所应许的都要祝福在你的身上。你愿意吗？我是明皇的上帝，我是你周公300年前的上帝。对，这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一份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好好成为你家的亚伯拉罕。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求主赐我清洁的心，使我坦然与你亲近，享受在你里面恢复的安息，听你声音，得着你怜悯，求你释放困苦的我，斩断捆绑与忧愁，安稳在你大能膀臂的拯救，越过四周黑暗的鸿沟，用你温柔的手涂抹跌倒的伤口，用你温情
也是我们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在成为真正信心的英雄之前，他也常软弱跌倒，但是神怜悯他，扶他起来，叫他坚立在他的面前。今天主也一样要扶你起来。也许过去你还是有被很多所缠累的，你还不晓得怎么样成为你家庭的亚伯拉罕，但是主要告诉你，今天就在今天，你凭信心相信宣告你是你家庭家族的亚伯拉罕，神就看你为亚伯拉罕。所以神要用爱包围你，斩断一切的困苦、疾病、软弱。所以我们用信心来宣告，再次唱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应许透过诗歌在你的身上要彰显他的能力跟祝福。阿们。愿神帮助我们。主，我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领受你更多的恩典，宣告我们是属你的亚伯拉罕。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求主赐我清洁的心，使我坦然与你亲近，享受在你里面恢复的安息，听你声音，得着你怜悯，求你释放困苦的我，斩断捆绑与忧愁，安稳在你大能宝贝的拯救，越过四周黑暗的鸿沟，用你温柔的手涂抹跌倒的伤口，用你完全的爱拥抱软弱的心怀，用你温柔的手涂抹跌倒的伤口，用你完全的爱拥抱软弱的心怀，用你完全的爱拥抱软弱的心怀。父神，谢谢你，你亲手来涂抹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的病痛，让我们可以全然恢复健康，让我们喜乐地跟随你。主啊，你应许我们，亚伯拉罕之约就是你我的圣约。我们在今天要全然的确信，要全然的领受，让我们成为家的亚伯拉罕。谢谢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阿门。跟隔壁再提醒，你是你家的亚伯拉罕。来，你是你家的亚伯拉罕。阿门。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主开始奉献。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
众请坐下。事工分享。来，我们来看教会的一些重要事工，跟大家来分享。感谢主，我们这一期的幸福小组阶段性的第一的阶段完成，就在上个礼拜，我们第7周已经完成了哈。我们看见有许多的这一些幸福小组，他们很用心来欢迎接待这些 Best 在他们当中，也感谢主。因为透过这次的幸福小组，有几位弟兄姐妹愿意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虽然有几个人有受到挑战，但我们求主帮助他们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让这一些报名要受洗的，在下个礼拜都能够顺利的，而且来完成这样一个生命当中最重要蒙福的时刻。好，所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为下个礼拜要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青少年的N1就是培育系统的N1第1届23名有结业感谢主，让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在信仰更多的培育，成为他们未来蒙福跟恩典的一个基础。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举行圣礼典，请我们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圣餐。这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圣约，透过圣餐的领受，让我们更紧抓住它。好，那5月28就是这礼拜2晚上领袖之夜，内容这次是医治祷告的操练，以及修华牧区的组员生命的分享。我们请我们的长职铁三角这些同工都能够来出席哈。目前这个出席的比例还是不太理想所以我们期待我们把现在牧师今年把整个的铁三角跟长职的牧养都放在领袖之夜当中，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领受牧养的时刻。因为我们特别是小组的小组长，你每个礼拜都要付出，那你也需要被牧养，让你的生命以及服事的操练更成熟，能够成为神更重用的器皿哈。好，6月9号幸福名人的音乐会，我们特别欢迎邀请诗雨在我们当中，他是个作家，也是创作的歌手哈。我们期待他6月9号在我们当中这样子对，感谢主哈。诗雨其实神也祝福他。昨天他在江子翠行道会就有服事今天他依然的能够来聚会，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这是神看重他，也提升他的整个的生命哈。所以他也是音乐的宣教士，我们教会都会，他有服事，我们会报给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为他守望祷告。这是我们教会福音的触角，都延伸出去的，所以这是必要的哈。好，我们那一天在拍手欢迎好，6月18到20有3天，我们教会要办青春无悔的营会。对象是国小6年级跟国中3年级的毕业生因为他们已经毕业典礼结束了，就可以来报名参加。那去年我们办整个效果很棒，就是让他们在那3天里面能够更知道两性关系的健康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个方面更有知识，更正确的尝试，而用基督的信仰让他们更明白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国小6年级应该没有在这里，对不对？国中要毕业的有没有？国3的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国3的？有吗？有1位而已吗？几位？1位而已哇，那国2的要来陪他了。OK， 好，可以邀请你的同学，介绍你的同学来参加哈。好，
跟着阿光去旅行啊！这是我们儿童戏剧艺术夏令营啊，我们预计要收60位啊，要的就赶快哦，因为我们有最棒最好的艺术的老师来做这个带领哈。好，礼拜6是我们永伟牧区跟青少年儿童牧区的户外之旅，7点半在1楼玉山银行集合。哎，你看我们教会多猛虎，我们每次集合都是在银行前面哦。啊，真的是神是丰盛的哈，这是也是宣告哈。OK 啊，未来大家都开银行。我们特别为梁约翰跟宣慧姐继续来祷告求神与他们同在灵与他们圣灵来帮助，让他们在病痛中可以减缓他们的病痛哈。OK， 好，我们来欢迎今天参与在我们当中的这几位的弟兄姐妹。好，张雪琴跟何淑芬。他们何淑芬在4楼哈，带着他的孙子哈。雪琴姐有在这里吗？来，请你起立好不好？雪琴姐妹哈，我们欢迎你，欢迎你。OK， 好，接下来，雪琴，你住在附近吗？隔壁而已啊，哇，太好了哈。那这就是你属灵的家喽，跟你隔壁一点，所以连接起来很容易的哈。OK，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小兰姐妹。在外面，我们欢迎她。OK， 好。好，我们欢迎她哈。他孩子也是有参加我们的儿牧吗？在楼上哈。对，欢迎你啊，欢迎你。好，我们继续来介绍雅智姐妹。雅智姐妹，在前面，在这里。OK， 欢迎你对，欢迎你。你是雅智，现在还在读书？好。还在学的学生哈，我们青少年牧区可以跟他多认识哈，欢迎他。他从台南搬来到附近嘛哈，所以是从台南搬上来的吗？OK， 好，所以你是在北科大，是。那说租呢？租附近？民友街啊，哇，那是隔壁呢，也是隔壁太好了哈。好，欢迎你，欢迎你。OK。好，安心在楼上 ，OK， 带小朋友也在楼上哈，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些闻风而来的哈，在我们的儿牧哈，所以都有一些的家长带着来到参加儿牧我们也祝福他今天新来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的招待我们的迎宾团队会带领你们到楼上，教会预备一个小礼物，也介绍教会，让你们更多的来认识哈。OK， 好，那现在我们就起立，我们要一起唱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
是在这里哈，不是喜乐，这是肚子痛，哎，喜乐是在这里，烦恼不是这样，烦恼是这里，嘎嘎这会叫做烦恼，这是真正的手语哦哈，烦恼哈，喜乐，烦恼，对，烦恼哈，对啊，对，这是要比正确一点啊，心在哪里？心在这里哈，不是心在这里，心在这里。哎，有人心在这里吗？比在这里的就是去看医生一下，啊，比在这里的就是一般的正常的啦哈。OK， 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父神，谢谢你让我们充满你的喜乐，因为你的平安要赐给我们。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降临在我们家庭每一个人的身上，更求圣灵引导、启示、感化我们，叫我们从今天起成为真正家里的亚伯拉罕，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坐。我再补充报告一件事情。昨天结婚的新人啊，华茂跟文君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哈。他为了表达弟兄姐妹对他们昨天结婚婚姻的支持，以及未来你们都会为他们祷告的心，所以他们今天来到当中要起立，要敬礼来感谢我们哈。因为我看到文君的笑脸，所以才记得这件事情。感谢主哈，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了，愿神祝福我们。哎。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地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
在此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何以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